生日唔係得一日大晒嘅，係成個月都大晒啊！我3月份嘅時候呢，喺 New Way 嘅 Facebook 就見到佢有個 promotion， 就講生日嘅月份呢，就成個月呢，你每日去唱都可以有優惠，2日同行1人免費，4人同行2人免費，人數越多優惠越多。咁但係一定要去 CEO 嘅分店，同埋必須要係 K 分嘅會員。咦，我係唔係呢？我好似係。我即管試下登入啦，又真係得喎，但係我就好驚啦！哇，我都10X 年冇用過你服務，你仲 keep 住我啲資料。雖然話呢，私隱專員公署就話機構自己決定啲資料 keep 幾耐，但我10幾年冇用，你仲 keep 住都未免有點而那個啊嚇！好，呢一度呢就係 New Way 啦。咁 New Way 唱 K 呢就真係好耐之前㗎啦。咁但係點解會嚟呢？因為佢最近做咗個生日優惠。生日優惠呢，2人同行嘅話呢，1人免費。咁呢就可以因為平日喎，仲可以1點唱到6點啊。咁啊，另外嗰位收咩呢？就159蚊。咁呢就加1服務費。咁就只係得2杯飲品啫。嗱，呢一度咧係間即係大房嚟㗎，2個人啦，但係其實佢有4支咪，所以我估佢都係個4人房嚟嘅。咁樣咧，佢都有個獨立廁所，咁其實都幾好喎。我知而家啲人咧都會去呢一個嘅party room 唱 K 㗎啦。咁但係如果性價比嚟講咧，呢個就絕對係高啲嘅，係啦，抵啲嘅，因為party room 一個人都閒閒地要200蚊啦，係啦，咁未必可以唱咁多個鐘。但係而家呢度呢，只係200蚊，係2個人可以唱5個鐘。聽完介紹都希望你留港消費，振興經濟啦。